大家好，我係 Dave 哥。Nvidia 業績明明靚爆，但係股價點解跌超過5%？大家係咪都覺得心離一離？明明收入指引超預期，點解市場仲有藉口沽貨？呢場大跌其實係市場幾個心魔又發作。首先 traders 咧最冇腦 sell the fact，好消息出貨係佢哋指定動作。其次，分析員一路睇唔通 AI 長遠需求，驚2027年四大 hyperscalers capex 燒到 free cash flow 轉弱，怕佢哋唔肯再加碼買機。再有 Nvidia OPEX 增長40%，通脹環境下市場對成本上升好憂慮。仲有同 OpenAI 合作協議未正式簽，都俾人挑骨頭做藉口。但係真正重要嘅關鍵喺邊？Nvidia 毛利率穩住75%，證明護城河深厚，可以輕易將成本轉嫁俾客戶。AI agents 應用先啱啱開始，用家用完 AI 賺到錢或者慳到時間，就會產生強烈依賴，需求即將爆發式上升，收入來源都開始多元化，唔再單一靠幾間雲巨頭。呢啲產業結構變化先係市場普遍忽略嘅真正核心。我已經喺 Patreon 放咗深度分析，連結喺留言區，利用專業視角避開盲點，捕捉機會。